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6月1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1节到48节，创世纪第18章16节到33节，马太福音第12章1到第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安息日的主。谁是主？谁是上帝？在民主人权抬头的现代，恐怕是非常难以确定或是界定的。因为呢，大部分的人们总是思考所追求的都是人权，而没有在思考神权，就是上帝的权柄。就如同我们昨天谈到，大部分的人很喜欢说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也如同大部分的法利赛人以及经学士们，他们质疑耶稣基督的做法。事实上，他们认为呢，自己才是安息日的主。这怎么说呢？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可以去判断谁做对了，或是谁错了。这个跟亚当夏娃当时候追求的那个善恶果是一样的。他们追求是扮演上帝，却不是在追求让上帝欢喜。虽然亚伯拉罕他接待了上帝的使者，也领受了上帝的应许，之后知道了上帝将要去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两个城，亚伯拉罕就与上帝的使者讨价还价。但请我们特别记住，亚伯拉罕所追求的是上帝的目标，因为他说，如果那城里有50个义人，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哈。那现在的翻译说是无辜的人了哈。那义人的定义在圣经里面是以上帝为标准，敬拜上帝，上帝看为义的人。所以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向使者来求情，但是他并不是用人为出发点，而是以上帝为本。所以他们的对话从50个人一直降到了10个人。亚伯拉罕以上帝为本，才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求情。最后因为义人太少，因此亚伯拉罕最后接受了上帝的决定。他没有坚持自己的判断以及自己的标准。圣经说，亚伯拉罕上前对上主说，你真的要把无辜者跟有罪的人一起消灭吗？如果城里有50个无辜的人，就是义人，你还要消灭全城吗？不会为了救这50个人而饶恕这城吗？你一定不会的，不会把无辜者跟有罪的人一起杀掉。你一定不会，你那样做，无辜者就跟有罪的人一起受罚了，一定不会。世界的审判者一定是公正的。上主就回答，如果我在索多玛找到50个无辜的人，我就为了他们饶恕整个城。亚伯拉罕又说，我主啊，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凡人，求你容我大胆地向你请求。也许城里只有45个无辜的人，你会因为少了5个而毁灭全城吗？
上主又回答说，如果能找到45个无辜的人，我也不毁灭这城。亚伯拉罕又说，假使只有40个人呢？他回答，要是能够找到40个人，我也不会毁灭这城。亚伯拉罕说，我主啊，请不要生气，我要继续求你，假使只有30个呢？他回答，要是能够找到30个，我也不会毁灭这城。亚伯拉罕说，我主啊，求你容我大胆的继续求你，假使只找到20个呢？他回答，只要能够找到20个，我也不毁灭这城。最后亚伯兰说，我的主啊，请你不要生气，容我再一次，如果只有找到10个呢？他说，即使只要有10个，我也不会毁灭这个城。上主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这话就走了，亚伯拉罕也回家去了。最后的经文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的坚持，他是以上帝的标准为标准哦，以上帝的主权作为决定的依据。安息日的主重点不在于安息日，而是谁才是上帝，才是主。那是透过法利赛人对于安息日的争论，让我们了解了上帝的主权。上帝的本质是什么？就法利赛人的角度来看，他们认为上帝是惩罚的，就如同对所多玛和蛾摩拉一样。但是事实上，上帝的本质不是惩罚，而是赐下怜悯。我们在马太福音12章中间的记载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回答。大卫和他的随从在饥饿的时候做了什么？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走进上帝的居所，他跟他的随从吃了献给上帝的供饼，那是违法的，因为那种饼只有祭司才可以吃。难道你们没有念过摩西法律的规定所记载的吗？每逢安息日，祭司都在圣殿里都破坏了安息日的规矩，可是他们不算犯罪。我告诉你们，这里有比圣殿更重要。圣经上说，我要的是仁慈，不是生计。假如你们真正的明白这话的意思，你们就不会把无辜人定罪了。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这是约翰福音3章17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而是要借着他来拯救世人。安息日的主那个概念，我们所要求的守安息，都是因为上帝的慈爱。上帝创造的世界，他带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都是因为上帝的爱，上帝的怜悯与恩典。所以我们就知道呢，安息日其实是为了纪念上帝的怜悯、爱与恩典，而不是用来审判人用的。诗篇119篇41节到48节，
上主啊，求你向我显明你的慈爱，求你照你的应许拯救我，我就能够回答侮辱我的人，因为我信靠你的话。求你使我能时时讲述真理，因为我的希望在乎你的法则。我要继续遵行你的法律，直到永远。我要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因为我遵守你的教导。我要向君王宣讲你的命令，我不以此为耻。我以遵行你的命令为乐，因为我喜爱它。我尊重并喜爱你的诫命，我要思想你的教诲。求主你让我们明白，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的创造，无论我们的成就如何，上帝永远是我们生命的主宰。帮助我们尊主为大，学习谦卑顺服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